在这解释，就是说，当要解释一个传承的时候，首先需要有一个循次的一种次第而上的解释。所以说，在这里解释传承之前，首先要把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需要一种概念、一种解释给我们。那大家给端把它，我说土楼，但呢，记录给佛陀诞生讲的，那一个是在621年前诞生讲的，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说在一个时间上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争论一样的。那容基解释说，但确切的说，它是属于这个在过去来讲是属于这个释迦种姓一样在这里，而且出生是在现在的话呢，属于尼泊尔的境地里面，那就是伦宾尼那么讲啥？以前过去是属于这个印度地界。这样的，这里他中间那么有点呢，这里中间跟着用那个龙筋，这里硬切着就硬，最近的前半段，那是中间这，把切过去这地呢，前半，无论是哪个错了，前半对吧？所以佛陀在这个在出离心出现同时，但是他了解到在尘世当中，他所一直的环绕是在五欲当中一样的，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依于这个，如果想出离这种五欲的话，那他的共同源，那就要以出家的方式出来。所以佛舍弃这个尘世这个五欲，所以行出家之相。他这里功能是这个错了，成功的前半，但因为我的工作没进入的，你看就说就可以。所以佛陀在29岁的时候他就偷偷的跑出这个皇宫，因为他如果正式的要出去的话当然这个国家不会让他出去一样的，所以他的29岁时候是偷偷的跑出王宫。你看可以呢，这里可能就我在过去的钱这里过去的钱，过去的钱就是这张normal住的这就hindu啦，过去的这这港国工作的住hindu去了了。所以佛陀当出走以后，那自己剃掉自己的头发一样的，这种光头形象出现一样。那容基他说，这也是比较配合过去的这个宗教，印度教也有一样确实话，到了南州呀，这种，他真正的他才把中间，他刚才我们讲多的。当在马尔巴这个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交通方便一样的，整个都是要步行过去一样的。在讲述马尔巴在3度前往这个印度所受的艰辛的时候，我们记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一个荒野，叫做巴木巴场，是非常大样的，整个要走很远的路。这个再走这一段路的时候，根本没有水源一样的，非常口渴一样的。而在一个地方叫切拉，就是要翻一个很高的山一样的。这个山的话呢，如现在来讲的话呢，随便我们开了这种车子的路的话，很快就可以下来了。而是当时我们需要翻山一样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面是海拔很高，有寒风这样如果你无法能够及时的下山的话，那可能留在上面的话，你就可能会冻死，类似这样的发生出现一样。那在过完这个大山之后，进入尼泊尔边境以后，过的都是就是很陡峭，山壁当中行走一样，整个都是有类似这种独木桥一样的。还要涉水，涉水的时候以前没有很好的船一样的，就是把一棵树茎怎么讲砍下来，在这树中挖一个洞，然后一个人进去，然后就走上过去一样的。都非常危险一样的。容基在1987年的时候还有这样的需要的，他看到真的是非常危险一样的。那就路边还会可能碰到就像一种非常陡峭，又
非常狭小的场路上，可能碰到毒蛇等等之类，你往前有或者往后有，反正是遇到很大的怎么讲困难一样的。所以马尔维大师是经过这样一个困难求取这些佛法。다들 자가를 주고 간다. 자가 들어. 그 자가 두사 빽깔이 그런 거는 나타나는 거. 다들 자탄게 세바ቸው. 다들 최유는 쳤다들 쭉 깔아줘요. 이제 지금 좀 물어 빽깔이 있어서 아마 세바니까. 다들 감정만 못 잡지. 다 취지. 이제 좀 마음만은 몇 취지를 내 나오지 이제 영상을 몇 취지지 오나. 땡네 국가에 들 잡지 취지. 마수에 다 때에 무슨 기회지 될때 진정도 냠니가 보지 기고 사바치 이렇게 좀 그럼 마수에 지도 치마 치팅 팅도 그거 지 유머 모델 다 공급을 레인저 마서 야 요리스 아리아 나가도 시요 사던 데는 출렁 나가도 자로가 또 이렇게 또 짓대 다들 이제 조금 더 된다는 거.当我们讲述这个几经松敦给第二龙树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成立它，或者举证它是龙树化？那在历史里讲述，有一位应该是噶什米亚的这个班主大叫夏迦西日一样。那这个夏迦西在他也有很多的弟子，那他这个弟子当中也有一个义师或者智者，叫比普的僧一样的。那这位智者的话呢，去这个斯里兰卡去的时候求法时候，那碰到一位阿罗汉一样的。那这位阿罗汉交给了他3朵莲花一样的，这个莲花是由这阿罗汉经过这种真实语气加持，所以它不会枯萎的一样的。所以他请求把这莲花贡献到然后应该在藏地有一位也是一位义士龙树，他就把这个花献给这个吉林松敦。一点的，真的，那种就去的那种，一定跟不错嘛，蛮过，我嘛看吧，他出这些人，我真的就那种准备，出了很多啥，不太轻易啥的，人家的，出这才做才能出来。저 사람들 되게 그걸 가지고 딱 맞추고 미추고 나오고 다 주고 가지고 이 시작이 샤프야 말도 봐가지고 조세님 하세요. 되게 되게 주도 다 저런 주 재미하게 레게 뭐도 주도 다 이제 말 해먹고 주고 적자 가면 저거 되지. 그거 저기 아니 조세님 하세요. 그래서 보자자 그건 다 주 자리면 무엇을다 차에 동사했어. 대동在刚刚这是举证，就是说他是龙树的意思。还有一个举证就是说，当时这位他需要这位夏迦西智者，他在西藏的时候，他给人受戒，受完戒他就送一件法衣一样的东西。那他当时送法衣的时候，吉田松敦也有很多的弟子的。其中有一位扛把弟子，他听到就是说这位智者给受戒，并给一件法衣，他其实是心向的这个法衣一样，他就去在那边受戒，然后请求给予法衣啊。刚好当天的话呢，法衣已经全部完了一样，那给完了一样，那当时他没有得到法衣，那所以他一再说我已经受戒，我需要法衣的。那当时这位夏迦西他也有一位藏人弟子叫楚塞尼一样的，那他说法衣已经给完了，那我给你一块布，可不可以？那他还是不要布，他说我要法衣啊。那这位人弟子是从康巴里比较有点固执一样，所以他一直要那块法衣，所以他们两个有一点拉扯的时候，那湘西的弟子就把他推了一下之后，那他摔在地上，头就摔破，流一点血这样。네, 샤자시를 했더니 누구다 샤자시를 쇼케 또 맞다 되는데 이제 좀 막 숨어서 좀 따버리 이제 샤즈로 네 니뭐 누가 돈 주기 샤즈 좀
간이 좀 좋아. 근데 이마 되는 사람이 다 마마 치거든. 유지 샤트 말 샤마 좀 가려 있는 샤반나. 근데 이제 좀 꺼져. 샤트. 맞다. 내 지게 너무 좀 잡좀 가려 있는. 좋게 좀 소분 그거 좀 많아. 순수 차 여도 이게 지금 말이죠. 이 롱데 소분부터 이제 좀 많아.当时的话，这个像这些日的话呢，他每天就放这个水池子一样在这里。那在做水质的时候，它可以，其实它是已经有很好的修正，所以它可以每天都可以现见这个杜母一样在这里。可是从那天开始衰老目的时候，它无法现见它的地址，差不多7天现见杜母一样基本。